大家好，歡迎收睇點解歷史。今日我哋要講嘅呢段歷史，堪稱人類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牽連人數最多、死亡人數最驚人嘅宗教戰爭，沒有之一。佢打咗將近200年，從歐洲西端一直打到中東腹地，數百萬人因此客死他鄉，無數嘅城市喺戰火中化為灰燼，幾個古老嘅文明都因此被深刻咁改變咗走向。呢場戰爭有一個響當當嘅名，叫做十字軍東征。呢200年嘅歷史，人名繁雜，地名密集，事件紛亂。好多朋友一提到呢個話題，個腦裏面就開始打轉，乜嘢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邊個皇帝、邊個教皇、耶路撒冷、安條克、亞卡，一股腦湧上嚟，反而乜嘢都記唔住。今日我哋就將呢一鍋亂燉徹底捋清楚，從頭到尾一口氣同大家講明白。要講清楚十字軍東征，我哋就要先搞明白一件事，佢係點嚟㗎？喺今日中東地區嘅巴勒斯坦，有一座城市叫耶路撒冷。呢座城市好特殊，特殊到人類歷史上冇第二個地方能夠與之比肩，因為佢同時係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3大宗教嘅聖地。對於基督徒嚟講，耶路撒冷係耶穌受難、埋葬、復活嘅地方。城裏面有一座聖母教堂，傳說就建咗喺耶穌被釘死喺十字架嘅各各他山上，係成個基督教世界最神聖嘅所在。對於穆斯林嚟講，耶路撒冷係先知穆罕默德夜行燈燒嘅地方。城裏面嘅圓頂清真寺金光閃閃，係伊斯蘭聖地中排名第3嘅存在。對於猶太人嚟講，呢度係佢哋民族記憶嘅根，係所羅門聖殿嘅遺址，係佢哋心中永恆嘅家園。3大宗教共同盯住同一座城，呢個本身就係無窮無盡麻煩嘅根源。喺十字軍東征之前，耶路撒冷大約喺公元638年就已經被阿拉伯人佔領咗，後來有幾經易主，最終落到咗一個叫塞爾柱土耳其人嘅手裏面。喺呢個漫長嘅伊斯蘭統治時期，基督徒並唔係唔能夠去耶路撒冷朝聖，佢哋可以去，只係要繳一啲過路費，受一啲額外嘅限制，總體上都算係相安無事。然而，塞爾柱人嚟咗之後，情況就唔一樣啦。塞爾柱人係從中亞草原上殺出嚟嘅突厥系游牧民族，佢哋歸依伊斯蘭教嘅時間唔長，宗教熱情非常高漲，對外來嘅基督徒朝聖者就冇咁客氣啦。更關鍵嘅係，塞爾柱人唔單止佔領咗耶路撒冷，佢哋仲喺度向北向西大肆擴張，將矛頭對準咗當時東地中海一帶最強大嘅基督教國家，亦即係拜占庭帝國。拜占庭帝國係咩來頭呢？簡單講，佢就係東羅馬帝國嘅延續。當年羅馬帝國一分為二，西邊嗰一忽喺蠻族入侵下滅亡咗，東邊呢一忽卻頑強咁存活落嚟，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喺東地中海苦撐咗將近1000年。呢個就係拜占庭帝國。到咗11世紀，拜占庭帝國已經今非昔比，國力大不如前，而塞爾柱人正好趁虛而入，一路打到拜占庭人節節敗退。1071年，喺小亞細亞東部嘅曼齊克爾特，拜占庭軍隊被塞爾柱人一戰打沉，連皇帝本人都成為咗階下囚。呢一場慘敗震驚咗成個基督教世界。拜占庭皇帝向西邊嘅教皇發出咗求救信號，請西歐各國嘅騎士們嚟幫手。呢一封求救信就係十字軍東征嘅導火索。收到拜占庭求救信號嘅係當時嘅羅馬教皇烏爾班2世。呢位教皇係個極有政治頭腦嘅人。你睇當時嘅西歐係乜嘢狀況？
日耳曼民族嘅各個封建王國裏面，大大小小嘅騎士同貴族多如牛毛。呢啲人冇仗打就無所事事，成日喺領地裏面橫徵暴斂，互相斬殺，社會治安極度混亂，老百姓苦不堪言。與此同時，教皇同世俗皇帝之間嘅權力之爭都打到不可開交，教廷嘅威望急需提升。烏爾班二世意識到呢個係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如果能夠發動一場對外嘅聖戰，咁呢啲喺國內無事生非嘅騎士們就有咗用武之地。基督教世界內部嘅紛爭可以暫時擱置，教皇本人都能夠以成個西方世界嘅精神領袖自居，號令各方諸侯。1095年11月，烏爾班二世喺法國中部一個叫克萊芒嘅地方召開咗一次宗教會議。喺會議嘅最後一日，佢走上高台，發表咗一篇至今仍令歷史學家津津樂道嘅演講。佢話：聖地耶路撒冷依家落入咗野蠻嘅異教徒手中，聖墓遭到咗褻瀆，基督徒朝聖者正在忍受苦難同屈辱。我哋有責任、有義務去解救我哋嘅聖地，解救我哋嘅兄弟。佢話俾在場嘅人聽，去參加呢場聖戰嘅，唔理係窮人定係貴族，只要戰死喺征途上，所有嘅罪都會得到赦免。你哋將直接升入天堂。呢一番說話喺當時嘅社會背景下，殺傷力驚人。台下嘅人群爆發出震耳欲聾嘅呼聲，用當時流行嘅法語嗌出咗一句話，意思係上帝的意志。呢句話後來成為咗成個十字軍東征嘅戰鬥口號。消息如野火一般蔓延開去，喺成個西歐傳播。啲教士走遍大街小巷，將教皇嘅號召講俾每一個人聽。一時間，無數人都被呢一股宗教熱情點燃咗。上至國王貴族，下至普通農民，都紛紛表示要參加呢一場上帝嘅戰爭。喺自己件衫度縫上一個紅色嘅十字，誓要收復聖城。十字軍呢個名就係咁嚟噶啦。正式嘅十字軍仲未出發，歷史就已經開咗一個殘酷嘅玩笑。1096年春天，喺一個叫隱士彼得嘅傳教士鼓動下，大約2萬到4萬嘅平民，包括農民、貧苦手工業者，甚至婦女兒童、拖兒帶女，孭住鋤頭同菜刀，從西歐出發啦。歷史上將呢次行動稱為民眾十字軍，都有人叫佢黑衣十字軍。呢啲人既冇受過任何軍事訓練，都冇充足嘅糧食補給，更冇統一嘅指揮系統。佢哋嘅計劃大約係咁噶：只要懷住虔誠嘅信仰上路，上帝自然會保佑佢哋到達耶路撒冷。到咗嗰度，城牆自然會似當年約書亞記裏面嘅耶利哥城一樣，轟然倒塌。然而上帝並冇為呢啲人顯靈。呢支隊伍啱走到匈牙利，就因為搶奪糧食同當地居民發生咗衝突，死咗唔少人。穿越巴爾幹半島嘅時候，又同沿途嘅拜占庭官員不斷摩擦。拜占庭皇帝對呢一班不請自來嘅援兵頭痛不已，嗱嗱臨將佢哋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送到咗小亞細亞。到咗小亞細亞，塞爾柱人正等住佢哋。一場毫無懸念嘅屠殺就此上演，呢幾萬人幾乎全軍覆沒，啲骨頭堆成咗一座小山。呢個係一個非常慘烈嘅開局。同民眾十字軍幾乎同期，由西歐各地貴族組織嘅正式軍隊都開始集結啦。呢啲人先係真正意義上嘅十字軍。1096年秋天，來自法國、意大利、佛蘭德斯等地嘅幾支騎士軍隊分頭出發，陸續匯聚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見到呢支隊伍，心情十分複雜。佢本來想要嘅係一啲僱傭兵，幫佢打幾場仗，收復幾片失地。冇諗到嚟咗咁大一支隊伍，而且個個氣勢洶洶咁，打算直接殺奔耶路撒冷。呢啲西方人能唔能夠指揮得到？
佢哋收復嘅土地算邊個嘅？將來會唔會將自己都順手打埋？皇帝左思右諗，最後要求各路領主發誓，喺佢哋征服嘅領土上，凡係原來屬於拜占庭帝國嘅，都必須歸還俾佢。啲領主心不甘情不願咁發咗誓，然後渡過海峽，向小亞細亞進發。呢支十字軍隊伍綜合估計大約有3萬到5萬嘅戰鬥人員，其中有相當數量嘅重裝騎士。佢哋嘅第一個目標係奪返被塞爾柱人佔領嘅尼西亞城。尼西亞就係今日土耳其嘅伊茲尼克。對基督徒嚟講，呢度係古代宗教會議嘅所在地，意義非凡。1097年，十字軍圍困咗尼西亞，城內嘅守軍向塞爾柱蘇丹求援，蘇丹派嚟嘅援軍被十字軍擊退，城內守軍無路可逃，最終秘密向拜占庭人投降，打開城門放拜占庭軍隊進城。咁樣一嚟，尼西亞到手嘅係拜占庭人，而唔係十字軍。呢個令到各路騎士大為惱火，卻都無可奈何。拿下尼西亞之後，十字軍繼續向南向東推進，穿越小亞細亞嘅廣袤高地，喺一個叫多里萊烏姆嘅地方，同塞爾柱大軍展開咗一場硬碰硬嘅野戰。呢一仗十字軍差啲落敗，喺騎兵援軍嘅及時趕到之下，先勉強扭轉咗局面，反敗為勝，打開咗通往東方嘅通道。接落嚟，十字軍面臨嘅最大考驗出現啦。佢哋嚟到咗安條克城下。安條克係今日土耳其南部嘅一座古城，扼守住從小亞細亞通往敘利亞嘅咽喉要道。城高牆厚，易守難攻。塞爾柱人喺此盾有重兵，糧草充足，準備同十字軍打一場持久戰。十字軍圍城整整圍咗7個幾月，城仲係冇打落嚟，而且佢哋自己都就快撐唔住啦。長途跋涉之後，糧食短缺，瘟疫橫行，嚴寒酷暑輪番肆虐，啲士兵大批死亡，啲將領彼此猜忌，士氣跌到谷底。就喺呢個時候，傳說發生咗一件神奇嘅事。一個來自普羅旺斯嘅普通士兵，聲稱喺夢中受到咗啟示，喺安條克聖彼得教堂嘅地下埋住一件重要嘅聖物，就係當年捅穿耶穌肋骨嘅嗰一把長矛，叫做命運之矛或者聖矛。啲十字軍首領將信將疑，組織人挖咗落去，居然真係挖出咗一支鐵矛。唔理呢一支矛係咪真係嗰一把古老嘅聖矛，都唔理呢件事嘅背後係咪有人策劃，佢喺當時起到嘅作用係真實㗎。極度沮喪嘅十字軍士兵們情緒一下子被點燃咗，大家都覺得呢個係上帝顯靈，係上帝喺度話俾佢哋聽，堅持落去，勝利屬於信仰者。就喺呢個時候，城內出現咗奇蹟般嘅內應。城中一名將領因為同守城主將鬧咗矛盾，秘密聯繫咗十字軍，暗中打開咗一扇城門。十字軍一擁而入，安條克陷落啦。然而安條克啱啱到手，一支規模龐大嘅伊斯蘭援軍就抵達咗城外，輪到十字軍被困咗喺城中。呢一次，懷抱住聖矛嘅十字軍再度鼓起勇氣，殺咗出城，與數倍於己嘅敵軍展開決戰，居然再度獲勝。歷史學家分析，嗰支援軍嘅統帥並唔係一個出色嘅將領，軍隊內部都有好多派系矛盾，加之援軍跋涉而嚟，早已疲憊，所以先被以逸待勞嘅十字軍打敗。但喺當時嘅人睇嚟，呢一切都係神蹟，係上帝喺度為十字軍作戰。安條克之戰結束後，十字軍繼續向南，直撲耶路撒冷。1099年7月，經過5周嘅圍攻，十字軍衝破咗耶路撒冷嘅城牆。接落嚟發生嘅事，令今日嘅人睇咗仍然心驚膽戰。
十字軍喺城內進行咗一場大屠殺，不分老幼，見人就殺。將近3日時間裏面，據編年史嘅記載，血水喺街道上流淌，深過腳踝。城內嘅穆斯林居民大部分被殺，城內嘅猶太人被塞喺會堂裏面監生燒死，就連一啲東方基督徒因為同歐洲人生得唔似，都喺混亂中喪咗命。呢一場屠殺喺伊斯蘭世界留低咗長達數百年嘅創傷記憶，都為十字軍東征嘅成個歷史蒙上咗不可洗脫嘅血色。耶路撒冷就咁被十字軍拿下咗。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以一種近乎奇蹟嘅方式贏得咗最終嘅勝利。攻下耶路撒冷之後，十字軍面臨住一個現實問題：呢一座城邊個嚟管？參加遠征嘅各路領主，有人名義上將城獻咗俾教皇嘅特使，有人根本唔承認呢一套，爭嚟爭去，最終由出身布永家族嘅哥弗雷被推舉為耶路撒冷嘅統治者。不過佢拒絕咗國王呢個頭銜，而係用咗一個謙遜嘅稱號，意思係聖墓嘅保衛者。佢之所以唔稱王，據說係因為佢認為喺耶穌受難之地戴金冠嘅係耶穌，佢唔能夠戴金冠。哥弗雷死後冇耐，佢嘅細佬鮑德溫就冇呢啲顧慮，大大方方咁稱起咗耶路撒冷國王。於是喺地中海東岸呢片土地上出現咗幾個由西歐騎士建立嘅國家，歷史上統稱為十字軍國家，都叫拉丁東方。呢幾個十字軍國家主要有4個：耶路撒冷王國、安條克公國、的黎波里伯國以及埃德薩伯國。佢哋嘅關係大致上係耶路撒冷王國喺最南邊，對另外3個名義上有宗主權，但實際上各國都係獨立運作。一旦遇到外地入侵，各人自掃門前雪嘅時候都唔少見。呢啲十字軍國家喺一片異教徒嘅汪洋大海中，就似幾座孤島，周圍全部係伊斯蘭政權，而佢哋自己嘅西方本土又遠在千里之外。要喺呢度長期企穩腳跟，必須解決一個根本問題：冇足夠嘅兵。參加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嘅士兵攻下耶路撒冷之後，絕大多數人認為完成咗宗教使命，打道回府啦。留落嚟嘅人少之又少，而要守住呢一大片土地，需要嘅人要多得多。於是喺12世紀上半葉出現咗一種喺成個中世紀歷史上都極具特色嘅組織——騎士團。騎士團係一種半軍事半宗教嘅修道會，成員既係修士都係士兵，既要遵守教會嘅清規戒律，都要喺戰場上衝鋒陷陣。呢啲人住喺堅固嘅城堡裏面，守衛住連接各個十字軍國家嘅交通要道，係成個拉丁東方最可靠嘅戰鬥力量。最著名嘅騎士團有3個：醫院騎士團、聖殿騎士團以及條頓騎士團。醫院騎士團最初係為前往耶路撒冷嘅朝聖者提供醫療服務㗎，後來逐漸軍事化，成為咗一支精悍嘅武裝力量。聖殿騎士團就係專門為保護朝聖者安全而成立㗎，駐紮喺耶路撒冷嘅所羅門聖殿舊址，紀律嚴明，戰鬥力極強。喺後來仲因為充當國際匯款中間人而積累咗大量財富，最終成為一個遍佈歐洲嘅金融勢力。後來嘅故事都因此變得極為離奇，呢個係另一個話題啦。條頓騎士團就主要由德意志地區嘅騎士組成，後來將重心轉移到咗波羅的海沿岸，喺嗰度開創咗一番新嘅事業。騎士團嘅存在令十字軍國家撐多咗好多年，但始終無法解決根本上兵力不足嘅問題。喺十字軍最初嗰種銳不可擋嘅氣勢面前，伊斯蘭世界嘅反應竟然出奇咁遲緩。咁係點解呢？
因為當時嘅伊斯蘭世界內部已經打成一鑊粥啦。塞爾柱人雖然強大，但係佢哋嘅帝國缺乏一種穩定嘅權力傳承機制。蘇丹一死，各路王子同將領就互相爭奪權力，將領地割嚟割去，打個沒完沒了。耶路撒冷嘅陷落喺呢啲人眼中只係眾多煩惱中嘅一個，而且仲唔係最緊迫嘅嗰個。然而歷史上總有那麼一啲人能夠喺亂世中睇清大局，一步步積儲實力。12世紀中期，一個叫贊吉嘅將領登上咗歷史舞台。佢係摩蘇爾同阿勒頗嘅統治者，一個精力充沛、意志堅定、手段強硬嘅人。佢花咗多年時間，將敘利亞北部同伊拉克北部嘅伊斯蘭小政權一個個收復，整合成為咗一股更強大嘅力量。1144年，佢奪返咗十字軍國家中最北邊嘅埃德薩伯國。埃德薩嘅陷落喺西歐引發咗巨大震動，直接導致咗第二次十字軍東征。但係我哋先唔好急住講第二次，等我哋繼續沿住伊斯蘭世界呢條線往下走，因為後面仲有一個更重要嘅人物要登場。贊吉死後，佢個仔努爾丁繼承咗佢嘅事業，更進一步統一咗敘利亞，並且把持咗強盛嘅開羅法蒂馬哈里發政權，將成個中東嘅伊斯蘭力量整合到更為緊密。努爾丁死後，佢嘅一個年輕部將沿住佢鋪就嘅道路繼續前進，最終完成咗反擊十字軍最輝煌嘅事業。呢個人就係薩拉丁。薩拉丁係十字軍東征歷史上伊斯蘭世界最具代表性、都最廣為人知嘅人物。佢係庫爾德人出身，依靠努爾丁嘅提拔起家，後來成為埃及嘅實際統治者，又喺努爾丁死後一步步掌控咗敘利亞。到咗1180年代，佢已經係成個伊斯蘭世界中東部最強大嘅領袖，將耶路撒冷王國圍得水泄不通。薩拉丁唔單止係傑出嘅軍事統帥，佢仲係一個非常懂得喺戰場之外運作嘅政治家。佢深知要徹底驅逐十字軍，淨係靠武力係唔夠㗎，仲需要統一成個伊斯蘭世界嘅人心，令所有人都相信呢個係一場聖戰，而唔只係一場爭奪領土嘅戰爭。佢將吉哈德，亦即係伊斯蘭嘅聖戰精神，從理論變成咗實踐。我哋嚟快速講一講第二次十字軍東征，因為佢基本上係一次失敗，但係好有教訓意義。埃德薩被贊吉攻克嘅消息傳到西歐，教皇即刻號召發動新嘅十字軍。呢一次嚟嘅人級別非常高，係兩位國王親自率軍出征。法國國王路易七世同德意志皇帝康拉德三世，按說兩位最高級別嘅君主親征，應該能夠創出一番大局面。然而事實正好相反，呢一次東征從一開始就充滿咗阻滯。德意志軍隊喺穿越小亞細亞嘅時候，遭到塞爾柱人嘅伏擊，損失慘重，皇帝本人僅以身免。法國軍隊好啲，但都一路好多阻滯，損失唔少。兩支隊伍會師於聖城亞卡，與當地嘅耶路撒冷貴族們一齊開會，商議下一步嘅打算。呢個會議開出咗一個令所有人 O 晒嘴嘅結果，佢哋決定去攻打大馬士革。要知道，大馬士革當時係伊斯蘭世界裏面對十字軍國家相對友好嘅一個政權，雙方長期保持住微妙嘅和平關係。一旦打咗大馬士革，就等於將呢個潛在嘅盟友推入咗仇敵嘅懷抱。結果正如大家擔心嘅咁樣，大馬士革喺戰場上奮力抵抗，同時向伊斯蘭世界其他政權求援。援軍一到，十字軍腹背受敵，倉皇撤圍而退。第二次十字軍東征乜嘢都撈唔到，就咁樣虎頭蛇尾咁結束咗。諷刺嘅係，大馬士革隨後真係落入咗贊吉個仔努爾丁嘅手中，成個形勢對十字軍更加不利。時間嚟到1187年，
呢個係十字軍歷史上最黑暗嘅年份之一。此時嘅耶路撒冷王國內部矛盾重重，國王係一個患咗麻風病嘅年輕人，英勇而悲情。佢用頑強嘅意志維持住國家嘅運轉，但佢冇子嗣，而圍繞住皇位繼承問題，兩大貴族派系鬥到不可開交。更糟糕嘅係，其中一個派系嘅領袖係一個魯莽而狂妄嘅人，佢多次主動挑釁撒拉丁，破壞咗十字軍好不容易維持嘅脆弱停戰協議。撒拉丁終於等到咗佢想要嘅藉口。1187年夏天，撒拉丁率領大軍入侵耶路撒冷王國。耶路撒冷方面嘅軍事主帥係嗰位魯莽派系嘅代表人物。佢輕率咁做出咗一個致命嘅決策，率領大軍離開水源充足嘅據點，喺酷暑中橫穿乾旱嘅荒野，去解救被撒拉丁圍攻嘅泰巴列城。撒拉丁對呢支軍隊嘅進軍路線了如指掌，佢嘅騎兵似幽靈一樣跟隨住十字軍，騷擾側翼，切斷水源，卻始終唔發動總攻，任由炎熱同乾渴將呢支軍隊一啲一啲咁拖冧。終於喺哈丁呢個地方，幾乎斷水斷糧咗一日一夜嘅十字軍，被撒拉丁嘅大軍團團圍住。撒拉丁下令縱火，乾燥嘅荒野上，烈火同煙霧迎面撲向已經精疲力竭嘅十字軍。呢一仗，耶路撒冷王國嘅精銳幾乎全軍覆沒，聖茅被繳獲，聖殿騎士團同醫院騎士團嘅主力被捉。魯莽嘅國王都成為咗撒拉丁嘅階下囚。哈丁之戰係十字軍喺巴勒斯坦將近8年經營中遭遇嘅最慘烈嘅失敗。主力一空，各地城堡紛紛開城投降，成個防線土崩瓦解。3個月後，1187年10月2號，撒拉丁率軍開入咗耶路撒冷。與90年前十字軍攻入耶路撒冷嘅時候嘅血腥屠殺不同，撒拉丁下令嚴禁殺害平民，佢讓城中嘅法蘭克人繳納贖金後自行離去。俾唔起贖金嘅窮人，據說佢都從自己嘅私庫裏面攞錢為佢哋贖身，釋放咗佢哋。城內嘅基督教聖地，佢下令妥善保護，不得破壞。撒拉丁嘅呢種做法喺伊斯蘭世界贏得咗極高嘅聲望，都令西方世界對佢又恨又敬。喺後來嘅歐洲文學裏面，佢甚至成為咗一個被歌頌嘅英雄人物，即使佢係異教徒。耶路撒冷嘅失陷對西歐社會造成咗巨大嘅心理衝擊，成個基督教世界群情激憤，紛紛要求發動新嘅十字軍收復聖城。呢個就係第3次十字軍東征嘅背景。第3次十字軍東征係所有次東征裏面最戲劇化、最引人入勝嘅一次，因為佢造就咗歷史上最著名嘅2個對手之間嘅對決，一個係英格蘭嘅理查一世，一個係撒拉丁。理查一世綽號獅心王，呢個綽號好形象㗎。佢係當時歐洲公認嘅最優秀嘅騎士，武藝超群，勇猛無比，天生就係為戰場而生嘅人。佢自幼喺法國嘅普瓦圖同亞基坦長大，講法文比英文仲流利。喺英格蘭一共留咗唔到10年，但冇人懷疑佢係一位真正嘅戰士同領袖。同理查並肩參加呢次東征嘅，仲有法國國王腓力二世同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一世。腓特烈一世號稱紅鬍子，係當時德意志最強大嘅皇帝。佢率領嘅隊伍人數甚至超過咗理查同腓力嘅總和。然而令人扼腕嘅係，呢位老皇帝喺穿越小亞細亞途中，喺過一條河嘅時候溺水而死。佢嘅大軍隨之分崩離析，大半人馬打道回府，只有少數人繼續南下，加入咗戰局。呢個係第3次十字軍東征一個非常戲劇性嘅開頭。最強大嘅嗰支軍隊喺戰鬥仲未開始之前就玩完啦。理查同腓力就繞道海路，從西西里島出發，輾轉前往巴勒斯坦。途經塞浦路斯島嘅時候，理查順手將呢一座島征服咗。
呢個後來成為十字軍國家嘅一個重要補給基地。1191年，理查率軍加入咗正在圍攻亞卡城嘅戰役。亞卡係巴勒斯坦北部嘅一個重要港口，十字軍已經圍攻咗將近2年，始終未能攻克。理查到來之後，以強大嘅攻城器械發動咗猛攻，並且展示出極高嘅組織同指揮才能。城內守軍終於撐唔住，開城投降。拿下亞卡之後，法國國王腓力以生病為由，帶住自己嘅軍隊返法國啦。實際上，佢同理查喺呢次東征途中矛盾重重。腓力嘅離去令理查徹底掌握咗十字軍嘅主導權，同時都大大削減咗可用嘅兵力。理查決定沿住地中海海岸南下，向耶路撒冷推進。喺呢段行軍途中，薩拉丁嘅騎兵不斷騷擾，試圖打亂十字軍嘅陣營，但理查以極為嚴整嘅隊列應對，任何時候都唔允許士兵離隊追擊，以保存體力為最高原則，一步一步咁向前推進。喺亞蘇夫，薩拉丁發動咗一次大規模進攻，正面衝擊理查嘅軍陣。呢個係第3次東征中最重要嘅一場野戰。理查以精妙嘅騎兵反衝鋒，喺恰當嘅時機將薩拉丁嘅騎兵打咗個落花流水。呢一仗，薩拉丁嘅軍隊死傷數千人，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咁嘗到咗失敗嘅滋味。然而，戰場上嘅勝利並唔能夠直接變成戰略上嘅成果。理查2度逼近耶路撒冷，2度喺最後關頭停咗落嚟，原因係冷靜嘅戰略分析。即使打入咗耶路撒冷，而佢手頭嘅兵力根本守唔住，而且一旦佢嘅軍隊陷入內陸，喺一座孤城裏面長期苦守，就等於將自己交咗俾薩拉丁去慢慢消耗，結局可想而知。但係如果唔打入耶路撒冷，成個東征嘅目標就冇實現，佢返去點交代？理查陷入咗一個兩難嘅困境。與此同時，歐洲傳嚟消息，佢個細佬約翰正在趁佢唔喺度大肆擴張權力，佢不得不考慮盡快回國。最終，理查同薩拉丁喺1192年簽訂咗一份停戰協議。協議規定，十字軍控制沿海地帶，耶路撒冷仍喺薩拉丁手中，但基督徒可以自由前往耶路撒冷朝聖，唔受任何阻礙。呢份協議有效期3年。理查隨即啟程回國，途中佢被奧地利大公捉住，以高額贖金換取咗自由。呢個係佢魯莽性格帶嚟嘅麻煩。此前佢喺東征途中曾經當眾羞辱過呢位大公。第3次十字軍東征收翻咗亞卡等一批沿海城市，但耶路撒冷仍然喺薩拉丁手中。理查嘅努力為十字軍國家爭取到咗活多大約100年嘅喘息之機，但聖城終究都係冇奪翻嚟。如果話第3次東征係一出英雄史詩，咁第4次東征簡直係一場鬧劇，一場血腥嘅荒誕鬧劇。佢嘅最大戰果唔係從穆斯林手裏面奪翻咗乜嘢，而係徹底撕裂咗基督教世界內部嘅關係，其影響延續至今。第4次東征嘅初衷係進攻埃及，因為大家都意識到，只要埃及嘅伊斯蘭政權仲喺度，耶路撒冷就永遠冇保障，必須先打冧埃及，先能夠穩固聖地。呢個戰略構想其實係相當正確㗎。然而，從一開始資金就出咗問題，啲十字軍嘅領主從威尼斯人嗰度租船，約定用船將軍隊運往埃及。代價係一筆好大嘅費用，然而等到出發嘅時候，十字軍嘅人數遠遠少於預計，湊唔夠足夠嘅運費。威尼斯人自然唔肯蝕底，經過一番討價還價，雙方達成咗一個以勞代款嘅協議。十字軍先幫威尼斯人去攻打扎拉城，呢個城市原來屬於威尼斯，依家落入咗匈牙利人嘅手中。作為回報，威尼斯人願意暫緩討要運費，並且繼續為十字軍提供船隻。
扎拉係一個基督教城市，居民都係基督徒，攻打佢係徹頭徹尾嘅反常之舉。教皇得知後大為憤怒，宣布開除成個威尼斯艦隊嘅教籍。然而十字軍已經箭在弦上，脅迫於威尼斯人嘅船隻不得不執行呢個命令。扎拉就咁樣被同係基督徒嘅十字軍打落嚟啦。更荒唐嘅仲喺後面，就喺呢個時候嚟咗一個拜占庭王子，佢嘅父親係拜占庭皇帝，被亞述趕咗落台。佢跑嚟請求十字軍幫佢奪返皇位，佢嘅承諾非常豐厚，只要十字軍幫佢恢復帝位，佢願意提供大量嘅金錢，仲願意令拜占庭教會向羅馬教皇效忠，甚至願意將拜占庭軍隊都加入十字軍嘅東征行列。呢個承諾太誘人啦！十字軍裏面嘅野心家，尤其係威尼斯人，幾乎不假思索就應承咗。威尼斯人同拜占庭之間本來就積怨頗深，呢個正係插手拜占庭內政嘅好機會。1203年，十字軍艦隊出現喺君士坦丁堡城外，發動攻勢，拜占庭皇帝被趕走。嗰位王子嘅父親復位為皇帝，王子本人就成為咗聯合皇帝，眼睇住拜占庭方面嘅承諾就要兌現啦。然而承諾終究未能兌現。復位嘅皇帝根本湊唔出咁多錢，拜占庭國內嘅民眾對教會向羅馬效忠嘅方案極為抵制，局勢一片混亂。拜占庭嘅貴族們內部政變頻繁，嗰位幫助過十字軍嘅父子皇帝雙雙被殺，換上嚟嘅新皇帝對十字軍強硬起身，拒絕履行此前嘅任何承諾。十字軍嘅將領們徹底怒啦。於是喺威尼斯人嘅鼓動下，做出咗一個震驚世界嘅決定，攻打君士坦丁堡。1204年4月，十字軍衝入咗呢一座基督教世界最繁華嘅大城市，進行咗一場瘋狂嘅劫掠。呢座城市嘅大量財富，包括無數珍貴嘅藝術品、聖物、黃金白銀，被大量搜刮運返咗西歐。威尼斯人將佢哋最想要嘅嘢都攞走咗，教堂裏面嘅聖物被當作戰利品任意分配，甚至有報道話十字軍騎士們將馬拴喺聖索菲亞大教堂裏面，一個持續近1000年嘅偉大文明就咁被佢名義上嘅盟友踩咗喺腳下。第4次十字軍東征冇打到埃及，冇打到耶路撒冷，打嘅係基督徒自己嘅城市。最終喺君士坦丁堡建立咗一個叫拉丁帝國嘅短命政權，喺歷史上只係撐咗57年就灰飛煙滅啦。而拜占庭帝國就大傷元氣，再都無法恢復到昔日嘅強盛。200幾年之後，佢最終亡於另一批外來嘅突厥人之手。第4次東征係成個十字軍運動中最令基督教會蒙羞嘅一章。連教皇本人都公開譴責咗呢一種行為。從呢次東征開始，東西方教會之間嘅裂痕已經不可彌合。東正教世界對羅馬天主教嘅仇恨，喺某種意義上就係從1204年嗰場劫掠開始㗎。喺講第5次之前，我想單獨攞出嚟講一件事，因為佢太具有象徵意味啦。象徵住成個十字軍運動後期嗰種沉淪同瘋狂。1212年就喺第4次東征鬧劇結束後冇耐，歐洲大陸上出現咗一場奇特嘅運動，歷史上稱之為兒童十字軍。事情嘅起因係分別出現喺法國同德意志嘅2個少年，各自聲稱收到咗上帝嘅啟示，話成年人之所以一次次失敗，係因為佢哋內心唔夠純潔，只有清白無邪嘅孩子先能夠感動上帝，完成修復聖地嘅使命。法國嘅嗰個少年據說來自農村，自稱受到咗耶穌嘅指引，招募咗大批兒童，據說多達數萬人，向南向地中海進發。佢哋相信，當佢哋嚟到地中海岸邊，上帝會為佢哋分開海水，等佢哋搭海而行到達聖地。然而大海冇分開，
有一批商人見到呢啲細路，話願意免費用船將佢哋送到聖地。啲細路以為係上帝派嚟嘅使者，毫不猶豫咁上咗船。然而呢啲商人係拐子佬，佢哋將呢批細路販賣到咗北非嘅穆斯林市場，作為奴隸出售。德意志嘅嗰批兒童就喺翻越亞爾卑斯山嘅時候死傷無數，最終仲未到地中海就潰散咗。呢件事嘅歷史真實性喺學界係有爭議㗎，關於人數、過程、各種記載出入好大，都有人認為其中好多細節係後來嘅文學創作，但佢本身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喺當時係真實存在㗎。佢深刻咁反映咗成個十字軍運動走到呢一階段嘅精神狀態：狂熱、混亂、失去方向。原本嘅理想主義已經喺殘酷嘅現實中支離破碎，而啲人仍然唔願意承認失敗，於是將希望寄託喺咗越嚟越唔現實嘅地方。後面幾次十字軍東征篇幅就唔使鋪太開啦，因為佢哋嘅基本模式大同小異：出發、艱難行軍、局部勝利、最終失敗，一次次循環。第5次東征再次將目標定咗喺埃及。呢次終於將尼羅河三角洲嘅要塞城市達米埃塔打咗落嚟，距離開羅只有一步之遙，勝利似乎觸手可及。然而十字軍嘅將領同教皇特使之間意見嚴重不合，喪失咗最好嘅進攻時機，結果被尼羅河嘅洪水困住，糧道斷絕，被迫求和。唔單止未能保住達米埃塔，連東征期間嘅一切成果都嘔翻出嚟，空手而返。第6次東征出現咗一個歷史嘅奇異轉折。率軍東征嘅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二世係一個令成個歐洲頭痛嘅人，因為各種原因，佢已經被教皇開除咗教籍，係個被逐出教會嘅基督徒。然而偏偏係呢個身份尷尬嘅人，喺1229年通過外交談判，從埃及蘇丹嗰度攞到咗耶路撒冷以及伯利恆、拿撒勒等一批聖地，條件係雙方停戰10年。呢件事將成個歐洲嘅反應搞到極為複雜。支持佢嘅人話：你睇，佢不費一兵一卒攞翻咗耶路撒冷。反對佢嘅人話：佢已經被教皇開除教籍，呢場談判根本唔合法。佢等於係喺度唔經教皇批准嘅情況下擅自行動。更極端嘅聲音就話：一個異教徒蘇丹憑乜嘢將聖城送俾你？呢個係對聖地嘅侮辱。腓特烈二世親自喺聖母教堂為自己戴上耶路撒冷國王嘅皇冠。當時在場嘅神職人員冇一個願意主持呢個儀式，佢哋全部都離開咗。呢段插曲足以講明十字軍運動到咗呢個階段已經變到幾咁撕裂同混亂。第7、第8次十字軍東征係由法國國王路易9世發動㗎。呢位國王虔誠到咗近乎狂熱嘅地步，後來被教會封為聖人。佢2次御駕親征，第7次仲係去打埃及，再次打下達米埃塔，再次喺尼羅河洪水中全軍覆沒。國王本人連同大量法國貴族被俘，以天價贖金先換返自由。第8次佢攻打突尼斯，途中染上瘟疫，就喺北非嘅土地上去世啦。就咁樣一次次出發，一次次失敗，而喺巴勒斯坦嘅十字軍國家喺失去各次東征嘅援助之後，版圖一點一點咁萎縮，直到最後只係剩低海邊嘅一座孤城，叫做亞卡。1291年係十字軍喺巴勒斯坦歷史嘅終點。呢個時候統治中東嘅已經唔係薩拉丁時代嘅亞尤布王朝，而係一個更加強大、更加戰鬥化嘅政權——馬穆魯克蘇丹國。馬穆魯克係一種以奴隸兵起家嘅精銳軍事貴族，佢哋橫掃咗橫行中東嘅蒙古人，擊退咗法國國王路易9世嘅2次進攻，係當時中東最強大嘅武裝力量。1291年4月，馬穆魯克蘇丹喺城外架起咗龐大嘅攻城器械，開始軍擊亞卡。城內有騎士團嘅精銳，有各地趕嚟嘅援兵，有絕望中奮死一搏嘅守軍，
然而包圍圈越嚟越緊，城牆一段段咁坍塌。5月18號，外牆失守，馬穆魯克士兵湧入街道，巷戰開始啦。海面上，威尼斯同熱那亞嘅船隻載住大批平民逃離，船上逼滿晒人，有啲小船因為超重翻沉，啲人喺海裏面哀號。騎士團嘅殘餘人員退守最後一座堡壘，同攻入嚟嘅馬穆魯克進行咗最後嘅手印，最終全部戰死。亞卡就咁陷落啦。隨住亞卡嘅陷落，十字軍喺巴勒斯坦嘅最後一片立腳地消失咗，整整將近200年嘅存在就此畫上咗句號。剩餘嘅十字軍殘部撤往塞浦路斯，就此離開咗呢一片曾經留下無數鮮血嘅土地。200年，8次主要嘅東征，加上若干次小規模嘅軍事行動，幾百萬人參與其中，死亡人數無從精確統計，但保守估計都喺8萬以上，有啲歷史學家嘅估計就高出好多。咁呢一切究竟留低咗乜嘢？從軍事同政治嘅結果嚟睇，十字軍運動係一場徹底嘅失敗，聖地冇被永久收復。喺巴勒斯坦建立嘅嗰啲十字軍國家，最終都喺伊斯蘭世界嘅反攻下消失殆盡。咁大嘅代價換嚟嘅係一場空。但如果我哋將眼光放得更闊，十字軍東征嘅影響絕唔單單體現喺軍事上，佢對成個歐洲、成個世界都產生咗深遠嘅影響，有啲影響甚至延續至今。首先係經濟上嘅刺激，東西方之間嘅貿易因為十字軍建立嘅嗰啲沿海據點而大幅增長。威尼斯、熱那亞等意大利城邦就係喺呢一時期發展成為富可敵國嘅商業帝國㗎。歐洲人通過呢一時期同東方嘅接觸，重新發現咗來自阿拉伯世界同更遙遠嘅東方嘅商品，香料、絲綢、糖、棉花，呢啲嘢深刻咁改變咗歐洲人嘅物質生活，都刺激咗歐洲人對東方財富嘅渴望，為後來大航海時代嘅探索埋下咗種子。其次係知識上嘅流動，喺成個中世紀，阿拉伯文明喺數學、天文學、醫學、哲學等領域保存並大大發展咗古希臘嘅知識遺產。通過十字軍東征帶嚟嘅接觸，大量嘅阿拉伯文獻被翻譯成拉丁文，傳入歐洲。呢個係歐洲後來文藝復興嘅知識儲備嘅重要來源之一。第三就係佢對歐洲政治格局嘅影響。大批貴族同騎士離開歐洲，消耗喺漫長嘅東征途中，客觀上削弱咗封建領主們相對於國王嘅實力，有助於歐洲君主制嘅強化同統一國家嘅形成。騎士團等新型組織嘅出現，都為歐洲中世紀晚期嘅政治同經濟組織提供咗新嘅模式。當然，佢都留低咗無數嘅痛苦同仇恨。伊斯蘭世界對十字軍嘅記憶，至今仍係中東政治文化中一個敏感而沉重嘅話題。嗰個詞十字軍喺阿拉伯世界嘅語境裏面，從來唔係褒義詞。猶太人喺各次東征途中，屢遭歐洲基督徒嘅迫害同屠殺。呢段歷史都成為歐洲反猶主義漫長歷史中不可分割嘅一部分。拜占庭帝國喺第4次東征中遭受嘅打擊，讓東西方教會嘅裂痕永難彌合。時至今日，天主教同東正教之間嘅關係仍然帶住嗰個時代留低嘅印記。講到呢度，十字軍東征嘅故事，我哋基本上串埋起身啦。每次我講到呢段歷史，都會有一種非常複雜嘅感受。參與呢場運動嘅絕大多數人都唔係壞人，佢哋係信仰虔誠、胸懷熱忱嘅普通人。佢哋中間有為咗完成朝聖夙願嘅老人，有追求騎士榮光嘅青年，有希望擺脫貧困、討一條活路嘅農民，有真心相信自己係喺度為上帝而戰嘅戰士。然而呢種真誠嘅熱情，一旦俾人加以利用，裹上神聖嘅外衣，喺組織力量不足、戰略思考混亂、各方利益糾纏不清嘅情況下被釋放出嚟，造成嘅後果往往係慘烈而令人痛心㗎。歷史係一面鏡，
佢照出嘅唔只係過去嘅人同事，都照出咗人類喺面對宗教、權力、財富、恐懼同熱情嘅時候，始終如一嘅嗰啲弱點同偉大。好啦，今日關於十字軍東征嘅故事就講到呢度，感謝大家收睇點解歷史，我哋下期見啦。